是金光经的32分的内底当中啊，第16分。敢若讲起第16分已经过一半，哦，才32分嘛吼。啊，32分，因为第16分讲到咱我早就讲第二大科，因为大乘正宗的第二大科，所以金光经第3分叫大乘正宗分嘛吼。啊，因为规科拢叫大乘经典，叫做大乘的发第二科。啊，第二科的上尾啊，就是这个16，叫做宁静业中分啦吼。就是讲，咱今日若饲着这部经典，咱来修持咧学道，咱今日的当中，咱会安怎？咱会消咱的业障，咱会业会因着你今日修学道咧，来把迄个业，咱的业甲取消掉，安尼就对了吼。那因为要开始以前，咱按照着咱过去安尼啦吼，再来念一遍啦吼。福处，讲休处啦吼，应该是休处。苏婆地，贤男子贤女人，贤男子贤女人啦吼。修持，读上出经，欲为人轻贱，是人前世罪孽，应对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国，先世罪孽，即为消灭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，咱今仔上来，咱会感觉讲，这是一个足不可思议的一部经典啦吼。因为当时爬山发生这件代志当中，我会记得我去到平湖时阵。底下呢，含一个字讲，为什么会是我？为什么会是我？讲为什么会是我啦？为什么会是我？吼，伊讲我吼做即件代志，伫迄个台中啊，迄间伊已经校什么校啊？敢若中海技术学院。中海技术学院啊。伊讲吼，足侪人甲笑啦，拢甲笑伊啦，吼，笑讲伊迷信啦。伊安怎啦？安怎？讲伊，你看敢是迷信？因老母讲的，若毋是在教佛堂，这囡仔死啊，袂活。佛堂有遮尔不可思议的物件，你敢袂使讲迷信？所以爬山一直咧想袂开，为什么我年纪轻轻19岁，我会做即个代志？啊，我今日甚至人都讲我迷信，我入校，人拢甲我笑，讲我迷信，所以迄个当中，咱好接着这段话来讲。讲修处苏婆地，贤男子贤女人，受持读上出，欲为人轻贱，是因先世罪孽遇着恶道，今世受轻贱国，先世罪只为消灭当地安尼做三餐。咱好接着这段，一当慢慢心情切。我如来是真理者，是理者，如理者，不公理者，不迷理者。释迦如来，伊绝对无骗人。爬山，你看你这头前，你无看你过去。当时咱是道劫来，道心道劫来，咱做偌一歹代志，咱毋知影。所以毋当几个就是对的。但是今日，你问为什么会是我？为什么会是我？当然，为什么会是个问号？我知影，迄是过去代志。啊，过去代志互你知影还得了？比如我过去。含什么人结阮相，爱甲杀死，啊！即世来我才知迄个人，你去报复袂？当然你嘛去报复。啊，若这地有啥大人？虽然讲啉迄个孟婆汤啦，吼，孟婆汤啦，吼，迄个张江里点仔大了讲一个定啊，讲迄可能无啉，迄个孟婆汤来啦，我伫网络看着啦，讲拢知伊几世，什么人安怎，不过是网络讲有影，咱好是毋知影。嘿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咱今日一定爱知影，
休处数目题，都继续再着我甲讲一遍，因为过去就是15分，就是饲即部经典的功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但是休处就是我自即部15后壁甲讲倒转来，虽然冷静业中分，即个叫做太子，伊甲分出来，无人伊是连做伙，安尼讲，咱直接，我一直咧强调安尼是惊咱甲分的断落去，甲一种去甲看，安尼有点即个痛苦。就甲你讲者，迄个15分就牵去10分去。伊讲是安怎即部功德，即部经典有即个不可思议功德，即摆伊起即段伊起来讲的苏摩地啊，佛陀都叫成苏摩地。可是有一个贤男子、贤女儿啦，受持独相处境，若有人亲见啦，所以伫即段当中就讲，即个人，而且恁咧诚心啊，即个贤男子、贤女儿，但是咱也知影，即个贤男子、贤女儿会当持即部金刚经的人，有哪毋是一般顶的人？但是即个人著啥物件？受持独相处境，若为人亲见。修持修，就是念家己心；持就是意念不坏。换一个解释，就是对即部《金刚经》的内底当中，伊的义理啊，非常的透彻，甚至呢，佫会持着即部《金刚经》的义理。讲咱过去修道人，甚至修道习惯上当中，咱考验有无？修愈尾考验愈大。咱问面本咱功德足大哦。咱离高性劫来，咱做偌是歹代志，咱做偌是劫缘内底，咱敢知影？咱毋知影。咱若讲我伫咧这世间，我无杀人，无放火，我着食菜，我着修，我着安怎？是安怎？我才会遮济问题，对无？咱会安怎？咱是毋是咱今日会毋甘愿？但是就参到八生这因，伊毋甘愿。所以。受持独相处境，我咧学即部《金刚经》，佛的智慧，有人甲我轻视，有人咧甲看袂起，轻贱，轻视轻贱就较不起嘛，较不起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讲，你的答问伊是你修忍辱做的成智性，伊是哪要甲你消你的业障的成智性，所以。当时佛陀的时阵，佛陀达倒，咱会记过。佛陀的时代，佛陀的弟子就叫佛陀达倒，专门要害佛陀。佛陀若经去山下过，伊山顶把迄个石头搬落去，骹死。3分两处就是佛陀嘛啥，因为伊就是伊今日无伊修袂成。无伊修袂成，你像一个蜀山公主，咱知影，诸法无常是心的法，迄个摩萨伫迄个山边遐连出有诶，蜀山公主嘛是尾下当来转世做佛陀，伊就知讲后壁还有一句去求蜀山公主，要后壁去求，迄个摩萨爱修师傅。讲你会当把后壁说师傅来念我，我无啦，我巴肚枵啦。你若巴肚枵，只要你念我会当把师傅。你若会当，伊讲只要你会当看你要食哪，我会当供你食。因为我毋是食一般种的物件，我食是咱人血淋淋的血啊，热腾腾的肉。迄个所长在来讲，你若能讲我听。我即个媳妇是靠迄个人，听去死活，这规身体要会食。上天在上，我所干不自在行，摩萨后壁有人讲袂出来，我即个身体要食。所无常是生无法，想要灭你即灭为了，飞去跳，树仔顶跳落，摩萨化成天神来发现。可见伊看伊境界，咱啥物人无法度？为着两手，为着后壁两句字，一个生命用者。敢有一句讲，我若活一日人，讲活8千句活一日人，较
个即个诗，有一个即个成语啦吼，我袂记者。哦，意思讲，咱今日去活伫即个世间，若要得到正法，较活这是无啥意义，若当活一日，就当得解脱。哦，靠你活，哦，即个叫做违八面啦吼，就是我来讲，意思就甲你讲，今日咱重要，咱要得到哦，即个生活，咱来做解脱。啊，所以今日讲到倒来，说成当初的因为。今日爱伫后壁去死过，所以今日人讲伊即个肉体标尺，但是标尺到尾跟咱来尺，迄是咧看你的志向，毋是有这佛道来，哦，即个叫做诸佛菩萨来是安那来做一个考验嘛吼，考试。啊，咱今日是修行，咱今日啥物人无考验？逐项拢有考验，话一考就翘到倒啊！哦，就袂堪一啦。所以咱师尊来讲，无论心多方路多长，修无办法。这是师尊一直咧甲强调的。啊，就像讲容易引节，咱出去有人来讲，修到修到多灾，为家食菜食到多灾，为家食菜人拢歹心，有人来讲无？我相信咱嘛好听。但你免啊，感谢，修道人就是有歹心，咱爱修道；啊，若好心，咱免修道。咱做来咱爱修道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大家就是凡夫众生，咱爱修道，其实咱会当来转啊，应用多神地性，忍辱道德善知识，其实这是做对。毋过呢，咱今甲比长论断争强斗气，到尾两败俱伤，到尾你有咱就拖落去。所以世人见识罪业，应比恶报。所以这道当中呢，咱好学三界。六道内底当中，哦，有一个呢，即个三界六道内底有一种叫啥？咱各位大家做参考者。哦。三界六道内底当中，哦，所有的罪业，先靠有三业。三业，因为即个恶的行为，所以做开了叫做罪业。总包括来讲起来，分为两种：三界以外叫做无为业，三界以内叫做有为业、有为业。但是三界有为业内底当中，啊，佮分类这三种，一种叫做善业，一种叫做恶业，一种叫做不道业，有这分做三业。啊，当然今日若要甲讲起来，这善业甲恶业，这两种业是拢伫对，这两种业拢总伫即个，因为三界嘛，欲界、色界、不色界嘛，只有三界嘛。啊，欲界、色界、不色界内底当中，伫欲界。伫罪业，哦，伫罪业善业内底当中，应该拢是伫即个，哦，即个叫做欲界。但是不同业的内底当中，当然色界甲无色界，哦，即个物件，咱叫做四常八定啦，吼。那今日当然上义界就是咧讲四常八定不同业，哦，即个物件常的定业啦，吼。所以四常的内底当中有分做啦，理性。喜乐地，理想定生喜乐地，理喜妙果地，下量清净地。哦，这是因为这个色界内底，毋过色界内底又分做10天内底，吼。当然，这若要针对这个研究，这有一个专题，这有足侪时间来讲，这是大业啊。今日讲到了灵商业将分的内底大业，可能讲做一了解。八定内底当中，因为四常就是咱好起来讲，就是哪初常、二常、三常、四常。啊，三常、四常再加着迄个四定，就是哪空无边处、色无边处、无所有边处、无有所边处、非想非想边处地，这有咱叫做四定。
啊，四常加四定叫做哪？叫做八定。四常加四定叫做八定，毋知叫做四常八定。那四常八定内底。